讲道，专心仰望上帝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特别伫网络顶悬同心做礼拜，兄弟姊妹，愿主会听甲恁三个比地，主将伊的平安赏赐予咱大家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活命的主，阮做伙组织，无论是伫你的圣殿内或者伫你所听、你保守，阮的兄弟姊妹的家庭的内底，愿尊你的名最大，阮同齐伫你的面前组织的时，阮要恳求主你的圣神来保守照顾。愿你的名最大，愿你的手掌权，愿你将平安赏赐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、阮的家庭甲阮的心内。但即时，阮要伫你面前来学习一个信仰中间真宝贝的功课。愿主你的听，充满伫阮的心内。互阮知，你听阮的祈祷，你嘛知阮的轻重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听候，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这个特别的时刻，咱做伙用这段圣经，是一个真有意思的功课。今仔日的圣经讲，伫一切事顶悬，认定耶和华是咱的上帝。伫一切事。圣经兼无甲咱讲，有啥物会当过当上帝会听。保罗讲，无任何事，无任何人会当过当上帝对咱的温情甲伊的慈爱。是生吗？是死吗？是患难吗？是病痛吗？无任何事会当过当。咱的天父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已经赏赐予咱，所以这是一个真特别的功课。这个疫情伫全世界引起极大的冲击。感谢上帝，互咱的台湾有真好的这侍奉的人。伫过去2年中间，台湾何等的福气，无迄个超过咱无法度负担的这个疫情的冲击。总是我知最近咱台湾有人开始感染着这种的病毒，包括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嘛，有人的亲人有拄着这种的感染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咱举起双手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；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。所以今仔日这个功课讲，专心仰望耶和华咱的上帝。伊的意思就是，伫顺境、伫逆境、伫任何情境中间，我的心要因为上帝的安慰，我嘛相信，我的上帝要做我的帮助，做我的照伴，做我的快乐。兄弟，你相信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拍开咱的心门，举出咱的双手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我要来仰望你。这是一个功课。有时顺境并不是遐尼容易就过去，但是继续的相信，持续的相信，持续的仰望，得时不得时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能讲阿门。主啊，我相信你是我的阿爸天父，我是你的囝子。这是一个真难的功课。兄弟姊妹，咱若拄着看路听候的时，咱无人有迄个老练的信仰。会通无看路，牧师嘛会看路。我相信咱在座每一个人嘛会有看路。在咱人生中间，既然有天候，因为迄个天候有一个不确定性，就是咱无确定讲，什么时阵我会长大，要得到头棒；什么时阵我会愿望会成就。所以天候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兄弟姊妹，一个基督徒需要有训练。一个基督徒需要操练，以且会当成做一个伫患难中悠远坚定信心的人。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讲：伫患难中间有忍耐，伫忍耐中间就生出老练。伫一个圣神帮助的中间，到老练的生命的中间，这叫做中大成人。中大成人的人，
伊伫凡事顶悬拢相信，我的上帝就是我的愿望。愿主的圣神来引带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日日进步，咱日日成长。伫上帝的话，伫咱的内心，咱拢日日成长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感谢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咱伫主的面前恳求主来帮助咱。听候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咱常常会问上帝讲：主啊，你什么时阵才要听我的祈祷？主啊，你什么时阵才要成就我心的恳求？咱就亲像一个囡仔，咱所爱的代志，咱甲阿爸、妈妈讲的时候，咱就问问爸爸妈妈，马上就照咱的心愿来完成。听候常常会带来快乐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。主啊，通过任何的情景，你教我信仰的功课。也伫我一生的情景的中间，主求你帮助我，真侪伫圣经中间的模范、典范的信仰的人物，亲像约伯伫患难中，虽然有土气，但是伊唔敢武慢救助上帝。阁有就是但以理，伊伫凡事的顶悬，伊讲。急祸不难，无论上帝有拯救我脱离君王的困逼，甲死实的惊吓，有无我拢相信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，这是咱知影讲，我的生命的掌管者就是我所敬拜的上帝。伊若要做无啥物困难的事，但是伊若有伊的时间，我要谦卑听候甲顺服。所以啊，这咱今仔日的功课就是要邀请咱每一个人，读今仔日的箴言第3章，这3句圣经节非常的宝贝。凡事仰望伫上帝的面前，将一切的事伫一切的事顶悬来认定，伫一切事顶悬来认定，伊是我的上帝，所以有权柄，有伊的有一个权柄，会当掌管我所有的一切的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邀请这个圣神，伫咱的人生中间来做咱的帮助。我毋捌甲咱讲，我对拜三祈祷会的期待，但是兄弟姊妹，这是一段故事。咱的拜三祈祷会其实是一个足特别的祈祷会。有真侪人可能感觉这就是一个祈祷会，但是兄弟姊妹，这是上帝甲咱陪伴。对27年前，上帝互我参加伫法国修道院太祖的祈祷会了后，我知影祈祷会毋是敢若熬念，祈祷会是一个安静听候亲近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若无安静伫主的面前，咱就无真正属灵的智慧。咱若无安静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就真困难听到上帝伊会引带伊的教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有3个智慧，伊非常的重要。第一，当然是今仔日的礼拜。伫礼拜日是一个荣耀的时刻，敬拜上帝的时刻。第二，就是伫周间的中间。当咱工作夜深的时，咱会通安静伫上帝的面前，甲咱的天父上帝讲：阿爸天父，我一日工作夜深，我倒来到你的身边，主求你互我享受伫你面前，甲你相见面，互你笑笑，互你抱咧迄种的温暖。第三，当然就是做伙读圣经，一摆的查经，一个主题，真困难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但是我相信，当咱用较无的心做伙献开圣经的时，上帝的圣神会照每一个人的需要来养赐，互咱得到把照。所听的姊妹，这就亲像老母手中迄个针时，伊所煮的菜色甲三顿，咸菜袂通比拼伫餐厅中间迄个重咸重甜，迄个口味的香，菜色的水。但是白老母
伊的前世所陪伴的三顿，就是真真正正、实实在在生活中间的听甲营养分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咱伫祈祷会中间有2条诗歌，是我足爱的诗歌。当然有真多，咱的教会伫这27年中间，其实已经吟超过400-500首的诗歌。但是有一寡诗歌是哪吟，哪会通互人安静？这条诗歌就是太祖中间一个真要紧，伊只有一句话：俄罗斯我的心啊，俄罗斯伊的圣座名，俄罗斯啊，我的心，因为伊要带我进入平安甲光明。这就是一个2000年来伫传统的灵修中间所写出来，用祈祷来吟的诗歌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咱的祈祷会，无论是伫教会作为组织，或者是伫你家庭中间的直播，牧师拢期待这个祈祷会，咱会当作为起这段，这个祈祷会嘛会当帮助恁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咱真困难，无努力就成做一个臃肿的基督徒。请注意，咱无可能无努力就成做一个臃肿的基督徒。你讲牧师啊，上帝乃是遐尼伟大，伊就自然而然，我成做臃肿的基督徒嘛。是上帝若要做，当然无困难。但是上帝嘛讲，成就我的国，甲我的义，用耶稣的嘴甲咱讲这个话。第2条就是今仔日的题目讲，专心仰望上帝。一个基督徒若要看见上帝的荣耀，就爱注目、安静、敬虔。就算做无公道，你若安静坐伫上帝的圣殿，上帝要亲自将伊的荣耀、甲伊的临在，互咱知。伫这34年中间，有几摆的经验，几摆的见证，互我知影，上帝是伫伊家己的圣殿内来听候，伫患难中、伫惊吓中、伫走投无路，上帝伫这个所在。听候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听咱超过遮的人，上帝听咱甲因同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常常听候。我真爱这条的诗歌，这条诗歌互晨间末道的这阵做音乐的工作者，因伫真早期，牧师也未去太早进前，遮的人就开始写遮的诗歌，因为遮的人比牧师较早。接触到这修道院的祈祷的诗歌，包括大地长老教会，包括咱的万国敬拜赞美何用人牧师宣教师，因真早接触到这诗歌，所以这群人是伫台湾头一批将这诗歌甲伊翻做中文。这条诗歌讲：听候我的主，因为主的日子已经近了；听候我的上帝，你就勇敢壮大。言语非常的水，出自诗篇代表的祈祷。伊讲 ：Wait for the Lord, be strong, take heart, be strong， 就是讲勇壮。take heart 就是讲约束你的心，进入今仔日的圣经咱的信仰。伊讲，你就把你的心下腰，心下腰是到底什么意思？心下腰的意思就是约束你的心，扶持你的心。Take heart 就是讲，把你的心固守好势，让你的心充满平安甲勇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学习今仔日这个功课，无论是通过礼拜，无论是通过咱拜三的祈祷会，咱来读今仔日的圣经啊。今仔日的这不是今仔日的圣经的经节，但是拄则牧师用迄条诗歌的诗，我就去读到诗篇31篇24节。伊讲仰望上帝的人，仰望耶和华的人，这个仰望是仰望的意思。当我举目用一个渴慕的心，用仰望的心，甲上帝讲：主啊，这叫做仰望的意思。仰望耶和华，你我咱每一个人，拢有这种的权柄，不是因为咱的才情，不是因为咱奉献偌济，不是，是因为咱的主耶稣。伊有互咱一个机会，伊讲：既然恁奉我的名，恁会记这句话无？既然恁奉我的名祈祷，耶稣伫要离开伊的学生之前，
伊讲既然恁奉我的名祈祷，所以后来的基督徒就学习这个祈祷，伫祈祷了后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愿望就是这个意思，代表是一个知影怎样祈祷的人，代表是一个用心祈祷的人。一个无心的人，伊的祈祷就是一个咱来讲真华伟、拗拗念；但是一个有敬虔的心的人，伊的祈祷就充满迄个感情。伊讲：恁就壮大，恁的心就坚固。有的翻译是讲坚固恁的心啦。所以伫这个所在有两项代志叫做壮大。英语的圣经翻做 be strong。就是讲，真做一个勇士。第二，心坚固意思就是讲心头了定。亲像希伯来书第6章讲，恁有愿望，恁有这种的愿望，恁的灵魂就要亲像灵魂的定，就要亲像坚固无摇动。希伯来书用安尼形容讲，咱的心伫圣神的帮助的内底，要亲像船的什么？船的定。单位叫做定啦，迄叫做船锚。就讲你若要互船定伫一个港口固定的所在，啊，伫你船头中间船梢落落，啊，就一个嗰亲像鱼钓啊，迄个钓头，迄个物件就交伫土水底，这叫做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信仰的前辈甲咱讲，咱的心头嘛有一个灵魂的定。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。耶稣基督的名成做咱心头的定，好唔好？耶稣基督的话甲伊的英文就成做咱灵魂的定。咱甲主耶稣讲，主你所讲的话，无一句空空，是时间也未到。我相信主求你帮助我。所以今仔咱所读书会，就个长老带咱读的这个彼得前书第1章13节的第一句话，伊讲：恁的心就下腰爱节制。咱的心唔通放伊乌白，亲像墙头草，啊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。一个基督徒读圣经祈祷，伫上帝面前安静，伊最主要就是咧约束你的情绪，约束你的欲望，约束你的心思意念。灵修上重要就是节制，灵修的操练最重要就是互人的心思意念、情绪欲望。拢重新倒来到伫上帝伊的道路，甲伊所欢喜，这条真理的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专心仰望上帝的荣耀，仰望上帝伊的尊贵、伊的美貌、伊的荣光，仰望咱的生命伫上帝的保守中间，咱拿来拿水，活出上帝所予咱。伫人生中间的愿望，那安尼，咱用基督的心，咱来回顾今仔日书会所读，无论是箴言第3章，或者这个彼得前书第1章，愿咱对这个圣经中间知影，这两段的圣经包括金句米迦书第7章第7节，金句米迦书第7章第7节。这三段的经文，拢咧讲去专心仰望，搁有虽然咱的境遇无一定马上改变，但是请会记得，主的确听，主知咱的需要。所以今仔日圣经讲，主要应允，应允这个字就是听见的意思，应允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什么？什么也当翻做讲，你讲出来声，伊哪有听见？但是，佫有一个另外一个佫较水的意思，就是咱的主在乎上帝，在乎伊的囝儿，伊的土块，伊所流的目屎，所以代表知影上帝的心意，伊才在讲流泪撒种的人必欢笑收割，不是伊有能力。是因为伊流目屎伫上帝的面前祈祷，伊的阿爸天父上帝就要讲：我的囝儿唔免惊，你静静看我怎样赢过非利士人。恁会记迄个故事无？一个小小的代表伫歌利亚的面前，伊怎样成做一个
军队中间拢无人敢安尼大声勇敢宣告讲，我的上帝是一个以色列的上帝。原咱读圣经是读入咱的人生，原咱读圣经是看见上帝伊特别的慈爱。兄弟姊妹，爱相信你的祈祷，上帝要听。你讲牧师，我拜托你替我祈祷。当然，牧师真欢喜陪恁祈祷，因为这是我来到这个教会中间，上帝给我一个足要紧的使命，陪人祈祷。我的印象就是咱的古早的老长老，一个叫做曾德明长老。我来的时已经搬离开德堂，但是因为咱的教会常常去北部做礼拜，所以三见面。这个曾德明长老是一个真古意的长辈，伊有时少年教会，伊会家己坐车都会到咱的教会庄口。有一摆我送伊去坐车的时，我两个人伫车头做伙手牵手祈祷，我才知影讲，牧师是一个凡事凡事拢陪人祈祷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我的快乐，嘛是我所欢喜，甲恁做伙陪恁祈祷。但是我要鼓励咱兄弟姊妹，爱使用上帝予你的这个祈祷的权柄。你要相信，袂使用比较。我比牧师较熬祈祷，我比牧师较较慢祈祷，毋是安尼。你要相信，祈祷就是抓着上帝的手，知无？你要甲你家己讲，我相信，虽然我含慢，捌互我的上帝相信，但是我的上帝的确要听我的祈祷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看米迦书第7章，今仔日的金句。先知米迦伫伊这本这个批信中间最后的一章，就是第7章，伊安尼讲。我要仰望上帝，仰望上帝的意思就是讲，当我自信看我的上帝的时，我是有仰望的人。这句话是这个意思。我要仰望上帝，当咱仰望上帝的时阵，咱是有仰望的。虽然这样代志唔知什么时阵要成就，但是咱知影上帝要安尼做，也是天后拯救我的上帝。伊个落最后伊讲，因为我的上帝要听他。我的上帝要听我的祈祷，这就是拄则牧师解说互咱听。伊这句话叫做什么？什么的意思？第一个意思叫做听见，第二个意思叫做尊重。尊重的意思就是，你已经讲出嘴啊，我听见，我知影，不是单单知影尔，我珍惜，我在乎。我所听的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恁听到上帝甲你讲，我所听的查某囝，你的轻重，我知影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有3个功课。第一，坚持。全心仰望的意思就是持续，全心仰望的意思就是坚持。什么叫做持续？持续的仰望，持续常常抬头来看迄个看袂到的上帝。无论是伫野外，无论是伫礼拜堂，无论你静静坐伫你的厝，伫你的厝内就备办一个祈祷的所在，伫你的厝内就备办一个神圣的十字架，是你常常仰望看迄个十字架的时阵，通过迄个十字架看到远远咱看袂到迄个十字架的背后画面的主，这叫做持续的仰望，持续的仰望。持续的听候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代表我甲伊予一个绰号叫做“无可救药的乐观者”啊。代表当然伊的诗歌中间有真侪，比如我的心啊，你为什么着急？但是代表是一个心内充满一种奇妙的祈祷的关联的人。特别是即届伫准备这个。甲咱做分享的信息的中间，我定心去读伊的诗篇中间，特别诗篇第22篇第1节1到第10节，恁来同恁都会定心读诗篇
第22篇第1节到第10节，伫迄个诗篇的中间，看见上帝，看见大卫对上帝，伫迄种心内的看路焦虑，伫迄个中间，甲上帝讲话：，要主啊，我亲像虫，我毋是人，我的边仔的人拢讲你是无路用的，你亲像虫拖虫共款。总是上帝，我知，伫我的老母的腹内，你就将迄个恶梦的心放伫我的内底。也即有什么人才能有智慧？伊对伊的情绪，对伊的思想，对这个整个灵魂甲活命。虽然人甲我讲你是无路用的虫拖，我凊彩甲你落，你嘛死。但是我知你是上帝，我也未有自主的人格进前，伫妈妈的腹内怀胎时，你就已经将这个噩梦放伫我的内心。啊，今仔这个礼拜，上帝要过一摆，将这种的信心放伫你甲我咱的生命中。纯粹双手来领受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大卫有的我嘛要有；主啊，大卫有的信心我嘛要有。但是主啊，大卫有的敬虔，甲伊的决志，伊对上帝迄种的敬畏，我嘛要爱。主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伫主的面前，诚做有瓦靠的人。这就是拄则我使咱讲，牧师有可能记唔到，无得个是诗篇22篇啊21篇。恁现一个恁就知影。伊讲我伫妈妈的腹内，你就互我有瓦靠的心。做礼拜就是来建立瓦靠的心，毋是瓦靠车，毋是瓦靠马，都是瓦靠耶和华的名。恁会记这段圣经吗？毋是瓦靠财政，毋是瓦靠文书，乃是瓦靠上帝的名。这就是基督徒的坚持。伫任何人的面前，我不卑不亢；伫任何人的面前，我无看轻家己。我就是我，因为我就是上帝的查某囝，我就是上帝的儿子。所以，你姊妹花你的手伫你的心来讲，主啊，将瓦靠的心放伫我的心内，任何风影袂通摇动我。主啊，将瓦靠的心享受互我的家庭，我要将这个瓦靠的心传互我的囡仔。我的囡仔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因为伊有上帝你所享受灵魂的鼎，迄个灵魂的鼎就是上帝家己。这就是瓦靠的心。求天父上帝帮咱。诗篇大卫伊安尼讲：仰望上帝的人，恁就勇敢壮大。恁若爱这条诗歌，恁就常常参加拜三祈祷会。若假使恁的大学上未拄好，你爱这条歌，你甲牧师讨，牧师传这个 MP3 的这个音乐档互你。伫牧师的手机内底，常常有我爱听的诗歌。我伫无人的时，伫安静的时，伫我开车的时，这诗歌会陪我。兄弟姊妹，爱听好的诗歌，爱听好的圣经节。爱常常靠无，上帝要养起咱。若要敢若靠一顿的礼拜日，咱早就枵死啊！主帮助咱才做一个勇壮的人。所以专心听候有两句话：第一，圣经讲默然依靠，耐心等候，甲背起来。默然依靠，耐心等候，什么意思？安静听候，耐心听候。唔通甲上帝计较，静静听。上帝讲，我的时间的确是上好的时间。你讲牧师上帝唔是，真歹。上帝讲唔是，因为伫这个过程，我要教你一寡属灵的功课。安静，我靠，耐心听候，这是第一句话，专心仰望的意思。所以今仔这个经文讲。恁的心就下腰，就节制，专心仰望。下腰节制意思就是约束，就亲像运动选手，伊若要通过重量训练甲真侪训练，伊真困难会当安那破真人的纪录，伊困难会当好成绩。
一个基督徒嘛，爱常常用上帝的话约束咱的心。请听，基督徒需要上帝的话做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让上帝的话约束你的心。换做白话的字叫做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这就是让上帝的话约束咱的价值观念，约束咱的心思意念，约束咱的主张。所以专心仰慕的人会将家己的主张给拨一边。伊讲上帝这个大位，你来坐。意思是上帝决定咱的主张。一个仰慕上帝的人，伊虽然有主张，上帝无爱咱做无主张的人，但上帝爱咱将咱的主张甲伊参详。现在你听有这个意思吗？上帝无爱咱做戆戆的人，上帝爱咱甲伊参详。当咱将咱的主张甲上帝讲的时，咱若有够额的谦卑，上帝就要解释给咱听讲。我所听的件事，你安尼想，但是你看无有这个美感，上帝的圣心会解释给咱听。咱的上帝不是一个无真理、无是非的上帝，不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专心倚靠，伫上帝的面前将咱的主张甲上帝参详。上帝爱咱甲伊参详，因为伫参详的中间，上帝要互咱当大人。上帝要开咱的目睭，所以保罗才讲：上帝为我备办的是我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连想象嘛想象袂到。重点毋是伫上帝备办迄个礼物甲内容，重点是上帝备办迄个奇妙，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想象袂到，何等的奇妙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。今仔日的圣经安尼讲，伫你一切事顶悬，爱认定伊。现在想这句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伫我人生中间大事、小事、任何事，拢甲上帝参详，这叫做伫一切事顶悬认定上帝。我认定伊所讲的话就是原则，我认定伊所讲的话就是标准。因为这个世间人讲真多定义成功的标准，甲耶稣所讲的成功是无同款。耶稣的教示毋捌有成功这个字，但是世间人拢追求成功。耶稣所讲的就是成成就。耶稣讲成就，但是耶稣毋捌讲成功。今仔世间人所对爱叫做 KPI 啦，恁若伫工作职场，恁就应该捌听过，还有主要的关键标准，这是咧定义讲你有达标无达标，你有成功无成功，有趁钱无趁钱，你有偌济客户，你有偌济业绩。咱的上帝毋是这种的上帝，伫伊的面前认定伊，认定的意思就是知影。明白老爸的心啊，这里叫做亚大，认定这个字叫做知影、真捌。做一个基督徒，做一个囝子，咱若唔知影父母的心，咱就是也未真捌伊。当咱真捌伊的时，咱的人生就得到引带，主帮助咱。所以现在爱专心，专心的意思就是真心、真性、真力、真意。专心的意思就是完全的心，所以对旧约开始到耶稣基督，又讲你着真心真性真力真意，听你的上帝，佮听厝边亲像家己，真心真性真力真意，英语叫做 try your best， 就是尽力所有能力。关注甲咱三家弟弟今仔日的礼拜，专心倚靠这个上帝。这个上帝不是一个巧合，意思是讲，伊若完成叫做奇妙，伊若无完成就是莫名其妙。所听的奇妙，咱的上帝是一个，不是巧合，伊是一个成就大事的。所以
所罗门伫伊的箴言中间讲，毋通倚靠家己的智慧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以赛亚敢无讲，上帝的道路悬过咱的道路，会记吗？上帝的念头悬过咱的念头，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不要自以为是，当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就敬畏耶和华，离开遐会引诱咱离开上帝遐事，专心伫上帝面前搁置咱，甲主参详。咱若有想法，咱甲上帝讨；咱若有想法，咱伫圣神的内底祈祷。所以圣经讲，伫圣神的内底祈祷的意思，就是伫你的心思意念、伫你的情绪、伫你的情境中间，你对迄个看袂到的圣神讲话，这叫做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。伫我的心神，我讲互上帝，将我的心声讲互上帝听。上帝讲，我听见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第二，牧师要甲咱真肯定，甲咱提醒，咱的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，不要怀疑。咱的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，不要怀疑。拄则牧师有甲恁解说，上帝应允，上帝听见，会当翻做听见，嘛当翻做应允。这个字叫做小马。上帝讲，毋是听见，嘛毋是应允尔。上帝讲，我的查某囝，我的囝子，我在乎你的眼泪，我在乎你的恐惧，我在乎你的孤单，我在乎你的迷惘，我在乎你的生气。你对家己的生活不满，你感觉我该安尼？咱的天父上帝讲，你还未开嘴，我就知啊。也这你相信吗？在任何的情境中间，甲上帝同行。咱的教会是同行的教会。我记得讲，没有一个人落后，没有一个人跌倒，没有一个人离开。但是有时有困难，人有遗憾的所在。但是我总是记得讲，咱中间无人因为罪而颠簸，最后灵魂失丧。主帮助咱，主听咱的祈祷，或者相信主听你的祈祷。原来伫上帝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今仔日听去。拄则牧师甲恁解说迄个诗篇31篇，讲主讲：什么？我听见，我应允。今仔日的箴言讲，上帝要应允既然专心仰望伊的人。这句话讲了更加千倍。大比伫诗篇66篇中间，伊讲上帝实在听见，上帝暗耳空听，上帝听我祈祷的声，上帝无提示，意思是讲上帝无拒绝任何人对伊的祈祷。啊，这你相信这是上帝家己亲自讲的话吗？试看卖。如果你心中有疑问，你纯粹双手甲主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求圣神抱你，互你深深知影，就算做你是一个对家己嘛感觉无满意，但是上帝愿意将伊的满意，将伊的完全，互咱的生命重新得到满意甲欢喜。主帮助咱。所以，今仔日的圣经米迦书今年伊讲：当我仰望上帝的事，我听候上帝的事，我的上帝要听我的祈祷。这就是今仔日经文的意思。所以保罗讲：上帝若伫什么所在，死人就变活人；上帝伫什么所在，死人就变活人。伊的意思就是，绝望的人要重新活伫噩梦的中间。死人就变活人，所以保罗讲，耶稣基督已经死搁活，伊要做活人的主。兄弟姊妹，耶稣将来要伫天庭做死人的主，要互灵魂搁活。但是今生今世，耶稣要互活人享受伫伊国度的快乐。主帮助咱，上帝话遐尼宝贝，
最后，咱有一个功课，今仔日听讲道，若有感动，你要为你的生命负责任。也就是今仔日做礼拜，你若有互圣神甲圣经的话感动，你要为着你的生命成长决志。你要甲上帝讨讲，我要拿来拿亲像我的上帝，迄种的完全，迄种的荣耀，迄种的平安，是无可能。但是，咱会当祈祷，咱无可能成做一个完全的人，永永远远无可能。直到有一日，咱甲上帝的灵完全结合，迄就是伫天堂的所在。但是伫地上，咱有一个愿望。就是仰望上帝的荣耀，在咱的生命中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仔日的功课。你若有感动，你要为你的生命负责任；你若有感动，你要为你的生命甲主祷告。主啊，怜悯我，帮助我，互我老练，互我长大成人，互我有坚定的信心。这就是属灵的操练。属灵的操练，专心仰望的意思是。持续的相信，持续的顺服，持续的等候，意思就是坚持、持续，永远无放弃，坚持到落尾。愿主甲咱三个伫地，所以圣经讲 ：Be strong, take heart。真侪勇敢壮大的人，甲你的心下腰。下腰的人是啥物人？就是举重选手。下腰的人是什么人？就是战争的军人勇士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属灵的征战顶端，主用伊的话，甲咱下腰；主用伊的话，甲咱下腰。所以圣经中间有一寡应允，伊讲仰望耶和华的人，我用2节的圣经做结论。既然仰望耶和华的人要得到祝福。今仔日牧师读2段圣经，什么种的祝福？仰望耶和华的人要得到土地。你讲牧师，土地是什么意思？土地这个原文的意思叫做坚定。土地这个字，拄个创世纪第1章第1节，伊讲起初上帝创造天甲地。上帝伫创造中间就创造天甲地。伊讲敬畏耶和华的人要得到这个地，这个地意思就是一个境界、一个环境、一个情境。这个字伫希伯来语的中间有一个意思，叫做一个坚定、坚固、石盘。仰望耶和华的人心头有定，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上帝要想出你一个坚固石盘。仰望耶和华的人，要亲如耶稣讲，你是彼得，伫你的心上，一这块石头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。你会记这句话无？阿门。愿上帝将一个坚固的石盘放伫你的人生以及你的家庭。这个坚固，就亲像希伯来书第6章19节讲，我有这个愿望，这个愿望像是我灵魂的定。这个土地要成做我安稳坚固的所在，无任何的风影会当摇动我，无任何的风影会当吞食我。看你的手宣告，主你将你的爱电龙凤享受伫我的心头，这就是你所享受我的土地，这就是一个圣洁，袂通摇动黑暗关系，袂通摇动。上帝所享受坚固石盘，愿咱伫最后欢欢喜喜，患难中欢欢喜喜。所以保罗讲：患难生吞忍，吞忍生老练，老练生出愿望。患难生出吞忍，吞忍生出老练，老练生出愿望。我就欢欢喜喜，伫任何情境中间，拢欢欢喜喜。伫最后。听候耶和华的人要得到什么？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就这句话。以赛亚第40章31节，听候耶和华的人要重新得到开力，
亲像鹰鸟体息飞悬，走也袂野，行也袂神。阿免吗？愿主将全心仰望一切伊的祝福，放伫咱的人生中间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尊荣耀的上帝，愿敬拜你。你将你的话搁一摆摆列伫阮的面前，搁详述圣神，讲解互阮了解。祝愿这的话，成做阮灵魂的钉，成做阮脚前的灯，成做阮路上的光。你的话道成肉体，互人的生命充充足足，充满稳定甲真理。愿咱的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